生。咁再加上咧，因為 CCU 個歷史好悠久嘅，即係自從有 City Polytechnic 1984年就有 CCU， 所以咧就經我哋嘅課程，以前而家叫 Associate Degree， 以前叫 Higher Diploma 咧，畢咗業嘅學生咧數以萬計嘅，係好多嘅。咁我諗我哋能夠幫到手嘅咧，就係喺個 marketing 方面，即係我哋去 contact 話有個咁好嘅課程出嚟啦。咁我哋係有個好大嘅 database 咧，去揾嗰啲以前嘅畢業生啊。咁再加上我哋當然啦，作為間學校咧，咁我哋都有好多 lifelong learning 嗰啲 programs 啊 courses 啊。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好大嘅 database 咧，去接觸到出邊嘅人，譬如話中學啊嗰啲老師啊啲咁，對於我哋嚟講咧係一件唔係難嘅事。咁我諗我哋college 咧能夠做到嘅嘢咧，就係做個行政支援啦，即係場地啊、安排啊，加上咧去做嗰個 marketing。最主要另外嗰方面，即係嗰個真係阿 Brian 話 hardware、software 嗰啲咁，嗰個課程嘅內容，嗰個 delivery 咧，就要呢啲升級嘅老師、升級嘅教授、升級嘅傳媒人去做噶啦。咁我諗最主要我講啲嘢，其實我都係 repeat 阿 Brian 講嗰啲嘢嘅啫。咁就大概係咁嘅樣。唔該晒。好多謝盧院長。我哋亦都請即係新力量網絡嘅研究總監葉建文博士為我哋講幾句説話啊嘛。好，唔該，葉博士。首先咧，我想借呢個機會咧，多謝城大專上學院兩位嘅黃院長，佢對我哋整個計劃嘅支持。呢次嘅合作咧係我哋第一次咧，當然我哋希望以後即係陸續有啦。咁但係其實成個合作過程咧，都要反映好貫徹新力量網絡嘅精神。新力量網絡精神咧，其實我哋強調幾個字可以綜合到嘅，就係對話、領導、教育。我哋呢班人咧，可能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港文咧，可能我哋喺港文版、政治版出現多過喺文教版。咁呢班人可能喺過去10幾年嚟喺香港各種嘅社會運動啊、論政團體都會有。咁但係我哋其實好強調咧，就係我哋關心政治，但係我哋更加關心政策嘅討論。我哋更加關心咧就係一個理性嘅討論。新力量網絡嘅出現咧，其實希望搭建呢個平台。咁所以我哋爭取每一個機會咧，能夠同唔同嘅組織、唔同嘅團體、唔同嘅力量咧，建立一個更加大嘅平台。如果有留意嘅話咧，其實我哋喺呢幾年裏邊咧，有各種各樣不同嘅合作平台。譬如話，就算同城大咧，我哋有一個亞洲管治中心裏邊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嘅 policy roundtable，我哋已經進行咗4次，好快會第5次。我哋呢個暑假咧，其實我哋有另外一個小型嘅中國香港系列嘅，就係同明報世紀版喺每個月咧喺呢個天地圖書裏邊咧有一個研討。今次咧其實都一樣，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合作機會咧，擴大呢個嘅討論嘅空間，希望啦又可以加入。頭先我哋講到個價錢啦嚇，其實好難得嘅。今時今日講教育咧，有2個團體一齊搞咧都唔講錢嘅，大家真係講心嘅嚇。因為即係我哋又唔會喺個巴士度賣廣告啦，雖然不斷強調我哋升級教授啦，但係即係你唔會見到喺巴士嘅尾箱見到葉建源喺度話幫你攞幾條 A 咁樣。我諗我哋最重要咧，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咧，接觸到更加多嘅朋友。我哋透過呢個咁嘅合作咧，其實我哋想推一個嘅觀點，或者我哋亦都係新力量一貫嘅對中國問題嘅睇法，就係我哋要有中國嘅視野，但係要有香港嘅角度。今年係中國建國60年，我相信喺未來幾個月裏邊咧，我哋會見到有無數翻天覆地嘅講關於中國過去60年嘅偉大建設啊、成就啊，近乎歌功頌德嘅活動。咁但係呢啲嘅報導裏邊當然有可取之處啦。但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喺回歸之後咧，除咗認識中國，可能係更加需要從一個香港嘅角度咧去睇一個問題，一個可能比較批判啲嘅，甚至有時有少少質疑，有啲唔同嘅觀點。但係呢個就係即係國兩制嘅可貴之處，即係我都可以保留翻自己嘅，從自己嘅價值角度去睇翻整個中國嘅發展。咁呢個係我哋整個課程
嘅構思嘅目的。咁所以再一次咧，多謝專上學院咧，俾呢個機會我哋去擴展我哋平台。我亦都希望咧，呢個係我哋合作嘅第一步，好嘛？多謝。多謝葉建文博士。嗱，今日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即係城大專上學院嘅管理層同埋新力量網絡嘅主要領導亦都喺度。咁或者我哋有一個指定動作一定要做嘅就係，我哋有一個拍照嘅時間啊嘛。或者我哋先請兩邊城大專上學院嘅管理層同埋新力量網絡嘅領導出嚟前台，我哋有一個合照好嘛？